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今日要講嘅呢單嘢又係一單好恐怖嘅事啊！就係有個女仔話佢搭西鐵嗰陣俾個男人摸裙，佢形容得好詳細。個男人左手喺度摸佢條裙，右手攞住部手機，唔知係咪錄緊片。車廂明明有好多位，但佢就係要逼埋嚟。個女仔已經退開少少，佢仲要繼續逼過嚟。最初以為係佢背住個大袋撞到，點知越嚟越唔對路，先發現原來係隻手喺度摸喎。個女仔一走開，個男人即刻喺荃灣西落車。事後對面有個叔叔問佢係咪俾人搞，話見到佢彈開先發現到。好彩落車嗰陣，另一個女仔同佢講，原來自己都俾同一個男人摸過，仲幫手拍到片。兩個受害者都驚到喊，最後決定報警。呢條片同文章一出，好快推到上新聞。有網民話：好彩有人幫你拍片，即係條友癲到一程車非禮兩個喎。亦有網民質疑：咁空曠，你都可以靠到咁近？但呢種講法其實係咪有啲倒因為果？車廂空曠反而證明咗嗰個男人係刻意埋去，唔係唔小心。不過最離譜嘅留言係呢句用簡體字寫：笑死，你故意讓人家摸的吧？這麼多空位，你非要站過去？哇！你話呢句嘢有幾離譜？受害者已經嚇到喊，仲要俾人質疑係故意喎。呢種講法同以前啲人話着得少就係引人犯罪有咩分別？其實類似嘅事唔止一單，有另一個女仔都分享，佢發現有個阿伯突然好快咁偷影對面個女仔，之後再 send 去 group， 再快速刪除相簿。好彩呢個女仔夠醒目，即刻影低佢做證據，再用 AirDrop 傳翻俾被偷影嗰個女仔。個女仔睇到都嚇親，最後只係啤住個阿伯，而個阿伯就全程扮冇嘢，不停開 WhatsApp 開相簿，但成個人已經緊張到震。你話呢啲事有幾普遍？偷拍、摸裙、非禮喺公共交通工具上每日都可能發生緊。有人話香港地鐵咁逼，難免有身體接觸，但呢啲絕對唔係藉口。當一個人有目的地逼埋嚟，用身體某部分去接觸你，甚至用手去摸，呢啲就係犯罪，唔係意外。成件事最令人心寒嘅唔止係嗰啲鹹濕佬，而係有啲人會走出來質疑受害者：你點解要企喺度？你點解唔避開？呢種講法等同將責任推返俾受害者。你話一個人喺車廂入面應該要點樣避開先算安全？包到全身密實，企喺角落定係索性唔出街？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權安全地搭車，無論着咩衫、企喺邊度、咩時間出街，都唔應該成為被侵犯嘅理由。真正要改變嘅係嗰啲覺得可以隨便摸人、偷拍人嘅人，同埋嗰啲覺得受害者自己都有責任嘅思維。好彩今次有熱心嘅乘客幫手拍片，有路人上前關心，兩個受害者最後都決定報警。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多啲警覺，見到唔對路就出聲，見到有人偷拍就影低，呢啲鹹濕佬就會冇咁容易得逞。大家又點睇呢件事？你覺得車廂入面遇到呢啲情況應該點樣應對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，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一下，感謝各位嘅支持。